頭街嘅街坊有福啦，30蚊人均就可以食戰斧牛扒喎，你真係諗都未諗過。都知今日佢仲會有驚喜喎，聖誕樹造型嘅棉花糖啊，我小朋友中意死呢。仲有免費嘅冰淇淋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個口味俾你揀啊！佢仲係現煮現烤新鮮食材，手工現做喎，睇得到嘅透明廚房乾淨又衛生啊！嗱，唔好俾佢個裝修嚇親啊，以為好貴㗎，其實佢好抵食㗎。而家佢哋未到正式個飯店就已經坐滿晒人。哇！你睇佢雙人套餐咁多嘢食啊，你條緊想有2個焗飯啦，2個扒啦，1個披薩啦，小食都有3款喎，仲有2杯嘢飲，而且佢先100蚊出頭咋。哇！你睇佢個戰斧牛扒幾大份，不是合成的喎，新鮮原切，濃郁嘅肉香味，煎得啱啱好。大人咧就食戰斧牛扒，如果小朋友想食牛肉嘅話咧，呢個口豉牛扒安排給他們啦喎。哇！你睇佢呢個榴蓮披薩啱出爐㗎，個芝士可以拉絲啊，而且打開就係見得到個榴蓮肉，好美味，好香，好厚嘅榴蓮肉加埋芝士嘅香味，哇！呢套得滿足，食滯咗仲可以飲翻呢杯超大杯嘅檸檬茶解嚟。佢啲主食都係份量好足㗎，你睇2個焗飯幾大兜，有啲黑松露喺入邊好香啊，很滿的開胃。又想帶小朋友食西餐，又驚啲貴佬餐唔啱佢胃口咧，你就記得來凡可思咯喎。